我是露露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今仔日天气真好，才有足侪人的。阿姊，这是倒位啊？露露，这是台北真重要的表演艺术中心哦。伫你正手边是国家戏剧院，倒边是国家音乐厅，嘛叫做国家两厅院。因是伫个1987年起好的，到即马2024年已经有37年哦。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外形式宫殿模样的现代剧场，平均一年拢有超过1000场的表演哦。表演，我上喜欢表演啊！那呢，今日就带你参观国家音乐厅甲国家戏剧院，咱去看表演、听音乐会。好，行。国家音乐厅，露露，这就是国家音乐厅。伫遮会有音乐会演出，也是唱歌的节目哦。哇，这足大的！我要跟你去听音乐会。露露，稍等呢，咱会去找音乐厅内底真特别的宝物哦。也毋过即马，你的后壁嘛有一个真特别的物件。宝贝，阁有这边，有啥咧？哇，这个字足大，顶面写啥？我看无。露露，这是台湾艺术家张永之的书法作品。爱为你的正面开始看，写的是色黑、寒黑、黑黑、欢黑。对《诗经》来的意思是遐轻盈、遐雅致、遐光明、遐威仪，是用来学了古早人心态真庄严、有威仪。色黑，什么黑？啊，伤困难啊！露露，这幅图的看度大约是8里的心愿哦。这大幅的图是爱用足大支的毛笔，佮爱用规身躯的力量才会当完成。听起来人足细。对啊，除了这幅图，露露你抬头看卖，里面有真大的水晶顶吊顶哦。水晶顶，足水的呢！啊！两厅院有真侪水晶吊顶，敢若音乐厅都有22个哦，拢是特别为奥地利定做的。是用正港的水晶做的哦，而且详细观察，你会发现音乐厅的水晶顶，甲等下要参观的戏剧院水晶顶是无共的哦。这悬的水晶顶，平常时是要安怎换电火球啊，甲摒扫啊？两厅院的工作人员会派升降车甲蜘蛛人来斗相共哦。蜘蛛人，敢是电影内面的迄个蜘蛛人？对啊。伊甲电影内底蜘蛛人同款，拢有特异功能哦。升降车会当甲工作人员再去你清洁甲修理水晶顶，天棚的顶就需要请工作人员去你天棚，佮甲手为边仔的坑伸落来换。伊毋过露露咧看，墙边啊清袂着的迄寡所在，咱就爱请蜘蛛人来斗相共啊。蜘蛛人足厉害的，但是因挂伫天棚足危险的呢。这蜘蛛人拢是有练过，而且是专业的工作人员。小朋友千万唔通学白学哦。好啊，露露，我紧带你去找宝贝。好，宝贝，我来呀！你好，露露，我是柯华姊，我带你去找宝贝。柯华姊你好，请问宝贝敢就伫遮？宝贝敢是遮的椅啊？毋是，露露。这个椅啊，是咱看表演时的座位。露露，咱来看一下你的票，你敢会当甲我讲你的座位伫倒？我看卖，顶面有写节目名，阁有座位伫遮，2楼7排2号，这个位伫倒？来，露露，你的座位伫咧2楼，嘛就是咱即马这层楼，第7排咧，你会当看椅仔边啊，才有写。找到啊，是这排。椅仔顶头有号码呢，我要找2号。伫遮，柯孩子是这个位对无？无毋对，露露，你找到位啊，会当先坐落来哦。哎笑。露露，我甲你考哦，咱看表演的时阵需要注意啥物？1，袂当迟到；2，袂当翕相、录影、录音；3，袂当食物件。
答案是三个拢是哦。看表演的时阵，咱袂当迟到，爱提早到位，才会当伫表演进前找到家己的位，甲看表演的心情准备好势。伫表演的过程当中，为着莫搅扰到其他的人，爱甲手机啊、电脑关机，也是静音，袂当翕相、录影、录音。观众席内底嘛袂当食物件，但是巴肚枵，爱去外口的大厅才会当食哦。好，我准备好要看表演啦。无表演呢？乐乐，今日拄好无表演，毋过你拄则敢有伫个舞台顶看到宝贝？宝贝，倒位？宝贝，就是舞台顶的管风琴哦。这个管风琴是全亚洲上大的机械式管风琴哦，伊有3层楼悬，使用4172支金属甲插头共同组合，而且全部拢是手工制作。伫个荷兰制作零件，送来到台湾组合，总共用2年的时间完成哦。伊比拄则的水晶灯搁较大呢。可爱子，我敢会当弹看卖？这可能有淡薄困难呢。弹管风琴需要专业的管风琴乐师，搁爱穿特殊的鞋仔才会当演奏。不过，两厅院逐年拢会有6场至7场的管风琴推广音乐会，而且现场有专人解说，票价嘛真俗，真适合乐乐甲小朋友做伙来欣赏哦。好，我再请阿姊带我来。好，那安尼恭喜乐乐找到宝贝，接落来咱来去看国家戏剧院，遐嘛有真侪秘密等你去发现哦。我要去探险咯！到啊，国家戏剧院。乐乐，拄则音乐厅是有歌唱、音乐相关的表演，那戏剧院是会有戏剧甲舞蹈的表演。像甲你做伙表演台语剧场的阮剧团遐阿兄阿姊，嘛有伫个遮演出咯。原来是安尼，因足厉害的。凡说因嘛有留秘密互我，我要赶紧入去找。小等我一下。徐小人啊，什么声？乐乐，你行较远咧，抬头你就会当看到我啊。徐小人咧甲我讲话。你好啊，我是住伫两厅院的新秀。你好，你哪会住伫厝尾顶啊？我伫厝尾顶守护两厅院啊。较早的厝大部分拢是用插头做的，所以人讲只要甲新秀放伫个厝尾顶，就会当防火哦。伫台湾真侪中式建筑也是庙寺，拢会当看到阮。哇，你的任务足特别嘞！原来是两厅院的守护新秀。嘿嘿，厉害吼！嘛有人叫阮仙人走秀。乐乐，你甲小朋友算看卖，阮拢总有几个？我算看卖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10，有10个呢。你看，阮排头一个是仙人，普通会为仙人后壁迄只开始算，所以阮算是9只。若两厅院拢放7至9只，数量的差别嘛代表建筑物的残疾哦。阮几只新秀嘛分别代表无同的意义，有机会恁会当去查看卖。乐乐，你今仔日敢是来参观呢？我带你去啦。好啊，做伙行。哇，这嘛足大的，有2个大大的水晶灯，因甲拄则音乐厅的制作真正无共呢。不过也是同款水。阿姊，替我甲新秀伫边仔长长的楼梯翕相好无？好啊，恁去你徛好，咁好啊，我要翕哦。嘿嘿，咱敢若明星咧。咱真好看。乐乐，你敢是想要知影戏剧院的秘密？我邀请一个特别的人带咱去探险，来去找伊。哦，好，行。乐乐，新秀您好，我是玉瑞阿姊，我来带恁找出戏剧院的秘密。玉瑞阿姊好，这甲音乐厅说甲足像的，敢讲这个秘密嘛有足大的管风琴？毋是，
这个 BB 就藏伫这个座位区，佮有头前的舞台，等下咱就入去看卖。这讲有啥物特别嘞？咱先来看座位区，乐乐，你先找一个位坐落来，坐来了后，观察一下椅啊，敢有啥物特别的所在？我看卖哦。椅下下骹的条啊，有足侪空诶，这个空是咧创啥诶？乐乐，你甲小朋友做伙想看卖，这个空有啥物作用呢？一是音响，互每一个人听到大细声拢同款；二是装摊，互椅仔看起来搁较水；三是冷气口，互每一个人感受同款的空调温度。答案是三，这个空是冷气口哦。这个空竟然是冷气口！对啊，因为戏剧院的空间真大，若是要按一般的冷气爱真侪台，而且一定有人吹袂到，佮加上冷气会真吵，所以当初起造的人就想到这个好办法，互每一个人拢有专属的冷气，而且佮会当省电钱，佮来声音嘛较细，有交了台顶的演出。去做的人有影真巧，安尼咱看表演的时阵都袂感觉真热。不过因为每一个人介意的温度无同，看表演的时阵嘛会当炸一领外套，感觉寒的时阵就会当摕来穿啊。那呢，咱刷落看卖啊舞台顶的秘密。乐乐敢知影咱遮有啥物款的表演？我知影有戏剧加舞蹈的表演。有时阵表演会需要乐团的音乐辅助，咱需要变出一个所在，把乐团放入去。像咱即马徛的这个所在，就会当放落去。演出的时阵，乐团就会伫遮演奏因的音乐，这个所在就叫做乐池。哇，这个会用声讲足厉害诶！会当升降的毋那遮哦，咱规个舞台拢会当升降。你看，遮大的舞台其实会当分做4地来升降。有时阵表演可能需要2层楼的高度，这个时阵就用会到啊。你看，像舞台的设备，都会当根据表演的需求来调整。这个足悬呢。阁有一个搁较悬的。在演出当中，若是有灯光、音响、布景，毋是放伫涂骹的，就需要吊管来挂。吊管的无使用的时阵，会转去空中的位置。你看，这个吊管，原来这款小小的吊管有遮侪用处，会当互表演更较精彩。阿姊，我发现这规排的灯拢是蓝色的呢，是毋是惊大家了准这是青红灯？这毋是青红灯，这是蓝光灯。伫演出的时阵，若是无开电火，是毋是拢暗摸摸？毋过工作人员也是演员工作的时阵嘛，需要有光。这个时阵就会开蓝光灯，伊较无遐明显，观众较袂发现。安尼会当帮助工作人员伫暗暗的时阵嘛看会到。对啊，舞台顶除了吊管，敢阁有啥物秘密？乐乐这个问题问了真好。行，我带你来看卖。乐乐就是这叫做猫仔路。叫猫仔路的原因是，普通猫仔路讲的是剧场内底的工作巷路，主要是予工作人员会当快速去剧场的无同所在，所以伊其实无需要收看，下就亲像猫仔咧行的所在。你看，咱即马伫舞台双边边，所以伫演出中需要经过猫仔路的时阵，嘛会像猫仔同款细腻走路，才袂影响演出。才会当看到舞台全部的模样呢，足厉害的！才有影藏足侪秘密嘞。对啊，舞台有影充满足侪秘密。今仔日我就先甲恁介绍到这，搁较侪秘密，等恁以后来找找。期待后回再会，再见，乐乐。再会，有绿阿姊，多谢你。乐乐，戏剧院内底是毋是真侪秘密啊？我带你去熟悉上尾一个秘密。你拄则伫戏剧院甲音乐厅内底，敢有观察到这内底拢无任何的窗仔门？我想看卖。对呢，敢若无窗仔门，那安尼内底的空气是安怎来的？嘿嘿嘿，是毋是足厉害的啊？伫我大的厝尾顶、厝前下骹，有真像葫芦形的葫芦桶，
空气会为呼噜筒入去两厅院内面，入去空调系统，过滤杀菌了后，才去送去观众椅下下骹的出风口，甲两厅院每一个所在，互每一个人都会当吸到新鲜的空气哦。原来也是有新鲜的空气，但是是透过秘密管道送入来的。两厅院收这秘密啦，我等下要去找看卖呼噜筒伫倒。好啦，时间嘛无早，甲你讲完上尾一个秘密啦，我要回去休困哦。欢迎露露甲小朋友后盖来两厅院参观看表演，嘛会记得进前可华阿姊甲咱提醒的看表演的礼数咯。再会。再会。今仔日找到宝藏，佮知影足侪秘密。国家音乐厅有足大的管风琴，是全亚洲上大的机械式管风琴，佮有真大的水晶灯，需要派蜘蛛人来换电火球啊！而且音乐厅甲戏剧院的水晶灯嘛无共哦，不过所有的水晶灯拢金，足水的。我佮知影看表演的时爱提早到，而且袂当食物件，嘛知影要安怎找到家己的位啊！后届我要请妈妈甲阿姊做伙带我来看表演。小朋友，恁来两厅院看表演，也是参观的时阵，会当详细看舞台顶的秘密，佮会当观察厝尾顶的仙人走秀，佮有呼噜筒。两厅院佮有特制的仙人走秀鸡卵糕。若是你有看到，也是找到佮较侪秘密，会当翕相、写批来录批箱，甲我分享。咱后回见面，再会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星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星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，通到资讯栏看更较侪资讯。嘛莫忘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，哈哈哈哈。